政府部门逼出间谍案，为着要补破网，这法务部调查局提出公务员中型查核的精进方案，加1328个职务列入去查核范围，上紧5月底要来施行。若讲到这个范围，敢有包含着立委的人事行政总处就表示讲，以公务员体系为主，若准备扩大到民意代表甚至是助理，这就牵涉到其他法律的修正啊。 总统府外交部少年发现强谍案，看出公务人员的中型查核机制有漏洞。行政长杜英台指示，要强化各项机制。法务部调查局提出公务人员中型查核精进方案，以范围、内容、次数3大方向调整，拢总有1328个职务纳入查核的范围。查核内容嘛纳入财务状况、亲密状况，像讲健保署前主任秘书叶芳明涉嫌偷拍政府高层告诉予中国，根据调查法会当主动提列。健保署的主任秘书，那目前的确是没有在那个范围之内啊，目前是没有在范围之内。不过我们根据这个特殊查核的办法，我们是可以由各单位。 他经过实际的盘点之后，发觉涉及国家安全或重大利益，他可以主动提列。公务员应过任用前的查核，任用的时阵无进一步查核，这部分原来保持。新版的查核办法已经完备，上紧5月底正式上路。不过，是不是扩大适用立委民代，嘛引起关心。 因为我们目前特查办法的对象是以行政机关的公务人员这个体系为主，那如果要再扩大到类似像刚才您提到像民意代表或者民意代表的助理等等这边，那可能要涉及到另外需要有个法律的基础来做处理。那是立委去中国立馆，那被联合立法院正在解封杀民进党的提案。不过，对于公务人员去中国立馆的部分，行政院表示，因为牵涉到修法，要跟立委会讨论。公务员附中纳管的部分哈，因为现行的制度。 有一些疏漏的地方，好，那我们会把它补正起来。行政机关它的重要性是非常的优先于其他机关的，因为这些行政机关，你不管是在跟安全相关、情报相关、军事相关的人员，它是直接使用。 这些机密的资讯。前国民党立委洪文杰甲原住民团体到中国云南民族大学交流，合聘客座教授是不是触法？刘委会表示，东华大学是国立学校，但是洪文杰有兼任行政职，都当作是公务员，会去确认伊伫学校的正式职位。记者综合报道。